今天是2004年3月27号，藏文是第6课。咱们说过这个藏文拼音规则呢，一共是，我总结了大概是7句话呀。咱们现在已经学了3句了，今天呢学第4句。在学第4句之前呢，咱们先复习。翻到教材12页，咱们把这几句话都再复习一遍啊。这个第12页，这个拼音规则的第1句话是前不降后不升，都变高平调。永远记住这个，就是2个字组成一个词，前头这个字永远不能读降声，后边那个词永远不读轻声。如果前头碰到降声，后边碰到升起来的怎么办呢？都给它变成高平调。这是它的一个规则。第2个规则呢，就是叫如果前边跟后边这2个字呢，一个里头是闭元音，另外里头一个是开元音的话，那个开元音呢读的闭一点。这个规则我说过，这个规则呢不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读书的时候啊，可以不变这个，就按元音读。它这个主要是在口语里头说话的时候，一个是开元音，一个是闭元音，相差比较大，说起来那个咬牙切齿的比较费劲儿，所以呢开元音读的闭一点，就显得省点力气，这是一个说话的习惯问题。所以这个呢不是特别就是特别要求。我觉得后来我读了读呀，我觉得咱们作为学习啊，咱们这样，咱们以后啊每个词啊，咱们都先读它的那个原来的发音，把原来的发音读正确，然后再读它那个闭一点的变的那个元音。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练发音也练得正确，然后他的口语怎么说，咱们也有个印象就行了。这是第2个规则。第2个规则咱们也稍微回忆一下。闭元音指的是一、乌、吁，这个开元音是指的是这5个叫啊、哎、哦，这个这个里头发音上呢，就是注意那个第2个跟第5个呀容易混，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你看啊、哎、哦、哎，这2个发音是一样的，区别就只是张口大一点小一点，就是第2个呢张口大，哎，跟那个汉语拼音的那个哎是一样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张口小一点，有点往那个 A 那个方向发展，但是呢还不到 A， 就在 A 跟 I 之间，嘴不要张得太大，它俩区别是这样。下边这个回忆一下，如果一个音节里头是闭元音一、乌、吁的话，另一个音节碰到这5个是开元音的话，它们变什么？你们还能不能记住？啊变成什么？I 变成什么？ A， 就是啊呢，那个 I 呢，你这样来记，汉语拼音不是就是这个吗？啊变成你就把这个变成这个啊一变成一 A 就变成 A 了，就变成汉语拼音里它这个了。所以呢，如果在藏文里头碰到这个发 I 音的，要是闭一点就给它发成 A 了，就这样记，就是把这个啊变成变成汉语拼音里的那个 A 了就。第3个 O 变成什么呢？乌，O 变成乌，变成什么呢？吁，变成吁，变成什么呢？一，把这几个对应关系记住。这就是第2句规则，拼音规则学了2句了。这个下边这一句呢，为什么没单独给它立一句呢？因为后边还有一句它包含这个，所以呢重复我就给它立成1句了。这个呢现在咱们就记住一个什么呢？就是说2个字组成的词，如果在第2个字，就是在后边这个字里头出现了拼音字母表里头第3竖行的那5个，就是卡卡塔帕擦，
如果要是出现第3行这5个，或者说第3竖行这5个，如果出现在第2个音节，出现在后边那个音节的话，就变成不送气，哎，就是它卡卡塔帕擦都是清辅音，都是送气的，变成不送气呢，就变成了浊辅音，就变成了嘎加达巴扎，就变成这样了。加上那个第一句话的规则，说这第2音节呢不许升，后不升，它这个都是升调，后音节的这个声调都变成平调，所以呢它又变成平调，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变成了嘎加达巴扎，就等于变成了跟它相应的那个第1行的那个5个字母的发音了。哎，这是这样一个发音。这个发音呢到后边还会有跟它重复的，所以这先不单独列这一句，先知道这个就行了。这个里头呢那个爬是个特殊情况，就是爬你就单独记，其实这个也好记，因为你老这么读到时候就爬呢是啊元音的时候，如果出现在第2音节就读哇，是高声就读哇，哎啊，如果是喔就是爬哪弱加上哪弱就读喔，哎，这是啊喔，然后什么乌写不就呢是读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刚才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又不升又不送气，变成了不，哎，变成了不，变成平声，变成不送气，变成了不，读成不。还有一个是整报呢，就是它后不升，只能变成平声，在第2音节不送气，那还是变成这个就是呗是吧？哎呗，最后还有一个什么 K 固是吧？ K 固 B， 后边这3个都符合规则，哎，就是变成高平调，变成不送气，就变成波了，哎，然后跟它一拼就完了。就是前头这俩呢特殊一点，但是呢这2个是非常常用，尤其是这个哇非常常用，所以你以后也绝对能记住，弄不错的，哎，所以这个呢这个也不用太下多大功夫，慢慢都就会了。下边呢咱们把这一课的单词读一下再啊，这个咱们说一开始呢关键不在记单词，关键就是在把发音搞准确，以后这个读起来就省事了。下边咱们读这个单词，看13页啊。擦包鸟虾科丘鸟嘎我家阿妈塔罗波罗卡热日木土木尼莫伊给莫布热瓦日乌欧那西米瓦莫，这一课就过去了。咱们这还后边第4课。第4课这个呢，因为它的规则非常简单，虽然是3个后加字，但是加上之后呢对发音没有影响，所以呢咱们就很好学，就是直接把那个汉语拼音给它，你像那个ra是不影响，a是汉语拼音的哎，你就给它直接把这汉语拼音的那个 ng 加在后边就行了，麻就是加一个 m， 所以这个呢都比较好办。咱们就读一下这个传统拼读法跟例词就完了。咱们来第19页传统拼读法读一下啊。卡拉卡卡拉卡枪啊枪拉玛拉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撒些就苏拉苏他给个 team 下步是单词啊，牙
马，这个ra的作用后加字ra只是把它元音延长就完了。虾，挪，班，bir，囊，明，空，tom，卡巴，也可以读卡巴的延长一点。读书音呢也可以读成卡巴儿。这样的好处，其实读书音有个什么好处呢？你能记住这个单词是怎么回事。你要是读卡巴儿，你就知道肯定一个巴一个ra就写出来了。空错，下边康巴，撒康，腿扔，这个地方注意，正确那个就是说它的本音是腿扔。如果要是因为后边这个音节是闭元音，就是一，前边这个 i 应该读成一，就读成体扔，就是体扔，读成那个体扔。咱们再读一下体扔，三八，醒巴，醒巴是元音。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巴的啊发成就是醒巴，醒巴，醒巴都行。这个两个我后来想了想啊，咱们以后还是先第一遍把正确读音读出来，然后第二遍再读那个口语。后边这个卡当松鸠塞波龙巴对了，忘了练习也读一下。这个练习有一些那个发音，有时候自己好像记不住，不容易记。咱们再读一下练习啊。擦，削，用，松，葱，塞包，忍通，不对了，忍通，这个是腾桑，这个是孔巴，苍妈，养包，天巴，坦包，切穷。如果要是想那个这边乌是闭元音，切要想变一下变成一，就是七穷，就变一下就行了。复习上一课第5课，第5课是咱们拼音规则的第3句。那个规则是这样10个字，叫后加卡爬撒，把调摁下来。就是你看到后加字是卡爬撒这3个的，这个撒是指的再后加字。不过那个直接是后加字的时候呢，也起这个作用，所以你就不管它是后加字还是再后加字，看到后边有撒就肯定是把调摁下来。怎么摁呢？就是如果是高平调，你就给它读成去声，读成4声，读成降调。如果要是升调，低声调，你就变成升降调，就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藏文里头的3声，把调尾给它摁下来，这样。这个前头的练习就不读了，咱们读这个读这个传统拼读法跟那个例词。这个前头这个是不是要读一下？读一下吧。前边的那个一开始这个变调这个也读一下吧，因为上节课才讲了1次，咱们复习一下哈。先22页这个后加字爬这个，把调摁下来，平调变成降调，是升调变成升降调，变成3声。这是第一次出现3声啊，好像也是第一次出现4声，就是这个正式词里头。咱们读一下啊，踏，第一个踏，恰，踏，踏，这个呢是升调变成升降调3声，塔，恰，卡，爬，气，气，提，ri，习，宜，吐，库，
土苦俗退菜塞来人塞托翘靠破托可罗，就变出这个3声跟4声来了。从这一刻，这个爬呢，除了这个变声，他还要求必须最后发出那个波的那个口型来，不是发出音来，是做出那个波的口型来。你像前头这个卡吧，你可以把最后这个歌的这个口型做出来，也可以不做出来。这个就是还是那个说的，读书音呢愿意做出来，就是好像好容易记那单词，一记他那个习惯了，就知道后边跟着一个卡。这个爬做后加字呢，是必须有那个口型，必须有波的口型。咱们来练。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元音要是啊的时候呢，它要变成咱们来读一下啊。克，原来是咔，现在变成了科，然后呢，这个把调摁下来，平声变4声，然后还加上最后要把那个波的口型做出来。克，侧，破，特，这个是第二个破，对吧？是你说chip，我那刚才读错了，刚才那看成带那个小旗子的了，那就再读一遍啊。克chip破特可乐破色sheep cheap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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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p 后边这个就没有那个，就是不元音不是啊的，它就没有那个元音就不变了。soup poop chew soup noob poop roop tape cap step tape lab cap top soap shop cop rob hop shop knob。再后加字就是只起那个就是变调的作用，其他没有变化。下边的这些我看读不读啊？读一下吧。擦气吐噜雷rõ特peep shoop lob rub 翻过来这个这是那个麻后边再加后加字这个撒，就只起变调作用。看啊，上碰控看쌤 총这个就是声调变升降调了。쌍 강 용 콤 용对냠 남下边是传统拼读法，再练一练啊。塔卡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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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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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就吐卡吐他写就吐卡吐
卡西就图卡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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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开过西帕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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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开过西帕西。翻过来，他卡萨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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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帕萨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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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阿萨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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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萨克啊不对，卡姆是卡马萨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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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开过气卡萨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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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写就秀帕萨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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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那若用阿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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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真报 sem 马萨 sem， 沙真报 sem 马萨 sem， 沙真报 sem 马萨 sem， 沙真报 sem 马萨 sem。没事就多读一读，这个综合的练习都在里头了，语感呐、什么发音呐、都就记住了。下边单词也再复习一遍，塔塔兔图鲁侧克拓贴恰，这边是兔里特扛sem 美多发上，后边一个音节平调都变成了降调，就是因为后边有了卡帕萨这三个，所以把调都摁下去了。练习也读一下啊。第一个翘罗气勒热努吐娘怂这佩这是平调变了降调了啊，佩怂秀这是娘，这个是腾，就是上次我是读错的这个是吧？腾，就是那个 i 跟那个 r 是 ng，ing 这三个是 n，腾发这个音，腾，后边这个是醋热复习就到这儿，咱们开始讲新课。第六课是第四句这个拼音规则。第四句拼音规则呢，就是后加拉伊拿，后加拉这个伊跟这个拿，后加拉伊拿是给元音加就这么一句，后加拉伊拿，就是后加字碰到拉伊拿的时候，给元音加一个就行了，给元音加一个给元音加上之后怎么读呢？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看到后加字是拉一拿的时候，这个元音呢元音就给它加一个，变成这个跟一读什么呢？等于咱们汉语拼音里的这个好记。然后呢，如果原来是元音是给它加一个，变成了跟一。跟一的读音是在汉语拼音里头呢，咱们前都学了吧？变成那个就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是约的韵母，等于这个约的韵母，对，前都学过。约本来是一对，是这样那就是等于这个，我这原来没总结过，就等于汉语拼音的这个约证明咱们汉语拼音里头有是吧？我原来一直以为汉语拼音里头那样的话就不用那个记这个汉字了，就直接接上这个就行了。就是如果碰到这三个后加字的时候，它要变成欧一的读音在汉语里头就读原来咱们汉语有，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时候练这个发音还练了半天，闹了半天汉语拼音有它对应的，那也好办了。然后乌呢也加一个一，这个发音等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汉语拼音有，而且比较好发。然后这个一跟更好办了，一跟是什么呀？不变延长，就是一跟那个碰到这三个后加字呢不变延长，所以不管它，所以等于就变这三个，就是变o变乌变就这么，这就是今天的规则，这就是拼音规则的第4句话。这样的话，藏文的拼音规则我们已经学过超过一半了，已经学一大半了，学了4句了，后边还剩3句，很简单了。所以呢，这个藏文的拼音规则并不复杂，就这么几句话。今天咱们就学的是这句话。下边呢，咱们就来练习一下。先练习这个后加字是拉的。如果一看后加字加上拉，你就要注意前边的这个就要变成这个就要变成约，这个乌就要变成吁。咱们来读这个字母看第一个，它是啪啦拍，第一个拍，很好读，你就用那个汉语拼音的加上一个拍就行了，拍，后边那个开，直接跟就是把变成就完了。第2行排，撵，你到时候就用汉语拼音直接去拼，那个伢是那个声母是你，然后加上你撵，虽然听着别扭，但是它能拼出来，再来一遍拍，开，排，撵，下边练这个的就是变成约的这个，缺，第2个是缺在下边那个虐，既然有这个汉语拼音这个字了，那就好拼了。你比如说第一个科，跟它拼起来的科就完了，缺，第2个是科这解决个难题，我原来还以为没有这个了。下边是 M 嘛，虐，最后一个是你，不是你，是
我看啊，是你是女，哎，你曰女，哎。第三行乌变成鱼，这个可能也好拼，因为汉语拼音大家熟悉，那就是屈，哎，看到乌你就变成这个鱼就完了。下边那个虚，在下边皮，最后一个咱们汉语拼音里头不拼，是日鱼，哎。日跟鱼拼起来，那个据当时周老师说呀，说咱们京剧里头演员那个好多话就是发这一类的，哎，什么日什么日什么都发啊，就是唱京剧的有很多都发出这个音来，哎，咱们再来一遍啊，就是看到乌就给它变成鱼的啊，屈。第二个虚，皮，鱼，哎，下边那两个不变音就是延长一点就好办了，它是音不变，变成两个就是读长一点，西，七，喜，日，些，塞，陪，美，哎，这两个等于是什么也没变，关键就是前几个咱们再读一遍啊，这个把这个一个是熟悉它这个变，再一个就是熟悉发音。第一个啊，啊变成哎，拍，开，排，捏，第二行，缺，虐，下边是乌变成鱼，虚，日，后边也读一遍吧，西，七，喜，日，些，塞，拍，美，这是这个拉的就讲完了。拉的讲完，其实后边也就讲完了，后边发音跟它一样，就是这么个变化。但是这个乙解释一下啊，这个乙呢，它不是一个字母，它是一个字母加一个元音，这个啊加上一个 k 固，就发那个乙的音，它是表示什么呢？表示领属关系的虚词，就是咱们汉文里的白勺的，就是什么哪个字后边都可以加这个。加上这个就等于咱们汉语加了一个白勺的，你就在这写个的就完了，哎，就是的，谁的，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它这个藏文呐，跟那个汉文有很多那个结构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哎，它不是后加字，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单词，实际上它加在没有后加字的音节后面，发音上起跟那个拉相同的作用。咱们来读一下啊。那个啪加上那个阿 Q 一呢，跟那个啪加上拉呢作用一样，咱们来这个都读吧，拍，后边这个啊，缺，哎，它作用是一样的，这个是排，后边这个是虐，哎，它作用完全一样。翻过来啊，对了，咱们刚才这个再读一遍啊，这个第一次咱们多领读一下。刚才这个还翻回来27页下边这个啊，再读一遍。拍，缺，排，虐，
翻过来28页，咱们看这儿读啊。哎，如果要是乌呢，碰到这俩后加字要变成吁，咱们来读啊。吁，再来一遍吁，下边这个皮，再来一遍皮，哎，坡加上鱼，皮，下边这个 K 固跟那个真报的呢就简单了，不变，咱们读一下就行了。鸡，延长一点，鸡，歇，ri，美，这个阿 K 固乙，知道它是的意思就行了。最后一个字母是拿，这个拿呢发音的影响基本跟那个拉一样，但是呢它本身呢多一个尾音，就是拿的那个声母不是呢吗？不是那个 n 吗？这个时候呢见到拿后边读的时候要加个 n， 就好像那个见到马要加个 m 一样，哎，见到爬要加个 b 一样。这个呢见到拿后边不但变音，后边要加个 n。他那一堆咱们就不念了，其实就是前边的变音，后边再加个 n。咱们具体的来说，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帕拿潘，它是怎么发呢？先这个哈碰到拿，先要把啊变成这个它的声母是 p， 然后这个声母要变成 a 是吧？咱们直接写那个不写它这个符号啊，咱们直接把发音写出来，就是啪就变成了拍，然后后边加一个 n， 就是 n 就变成了 pan， 哎 pan， 哎潘，我潘不对了啊，潘不对了，潘成了那个哎 an， 哎 an pan， 哎就这样来拼，后边那个三 ten， 或者你练习的时候也可以先不带这个 n， 你先发现你要拍，然后拍，然后pan，这样就跟那个没有一的那个分清楚了。其实这个区别都不大，你就按这个汉语拼音拼就行了。咱们再来一遍啊，是 pan san ten， 再来一遍 pan san ten， 哎，下边那一行 man san nan， 哎，就是加一个 i 加一个 n， 哎，咱们再读一遍啊，这个 pan san ten man san nan， 哎，这个自己抠一抠也能抠出来。下边再看这个 o 的 o 呢变成约呢也加一个 n， 这样的话就成了晕，哎晕有点像这个了是吧？是不是这个呀？你有的说这个呀，这个温哎，这温不一样，这个晕哎晕在那个汉语里头是晕，是这个啊，温没有汉字吧？温度的温，哎，这两个不一样，温跟晕不一样，咱们这个呀接近这个晕，哎晕，对，你可以写个晕，对，就是 oen， 哎，它发音就像汉语里的这个晕，哎晕。n 好像没有汉字吧 ？n 就是前面这个 n 没有啊，没有哎，好，那没有这个你就按汉语拼音来 n， n 嘴张大点就行了 n， 哎，这个我老觉得这个 n 这个呀没有汉字，咱们再读一遍，在这个巩固啊 n 这个 n 就是 i n n， 咱们来拼啊
pen pen sen sen ten ten man man san san nan nan。下边咱们再来这个晕的这个啊，就是约加 n 变成了晕。实际上晕呢，晕是要的晕的韵母是吧？没有那个一哈，一晕是晕。我想一下，晕哎，真像。它其实还有稍微有点差别。咱们那个是晕 n， 它是晕，哎晕，只是非常相像，但是你可以用那个来代替。咱们读的时候尽量还用那个晕，哎约加上 n， 尽量用这个音来读晕。咱们来啊，第一个声母是 s， 那就是熏，哎 ，s 就是丝加上晕，熏。第二个是拼，我听着你们有的读的破，声母是破，晕，拼，吞，哎，特晕吞，群，哎，第二行了，群，屯，晕，屯，我想这个怎么读？晕，群，屯，那他们给我还纠正错了，我原来就是读群，应该对吧？群，晕，群是对的，让那个谁小刘给我纠正错了，他后来给我就说应该读屯，后来我就屯，这个真是现在一认真又给回来了，因为它是晕，群还是群？对，我原来发的对的群，咱们再来一遍啊。熏，拼，群，屯，哎，我又看还真让他纠正群，好，今天又找出一个问题来。还有你们监督着我啊，我这个我也是这个初学，咱们一块儿学，有问题你们就指出来。我这刚才发现这个问题，群应该是读群是对的，对。这是一个，下边这个吁的好像好办一点，晕，哎，这一直是晕，后边才是真正的晕，是吧？后边才是真正的晕，哎。我看，对，后边才是真正的晕，前边是晕，后边是晕，哎，晕，哎，晕，后边这个才是真正的晕。咱们等于是藏文里头没有这个温，因为它乌碰到 n 它就变成晕了，是吧？等于它没有乌 n， 哎，它的乌变成淤嘛，碰到 n 它就变成淤，所以它就只有晕没有温了。对，咱们来读这个晕这个啊，是熏，呲加上晕，熏，吞，晕吞，哎，晕吞，小时候给我这个修正还影响挺大的，哎，他等于让我读了无问，对吧？屯，他等于让我读了无问，其实藏文里头根本没有这发音。回头我这个再请教一下周老师，这个咱们先这么读啊。下边是还按这个晕还用这个读啊，晕。第二行云，寻，云，
哎，再回第一行来，咱们再来啊。村，这又读成问了哈。晕，群，熏，熏，云，寻，云，下边两个就好办了，不变音。心，直接就是汉语拼音那个一跟 n， 哎，这个好办了，哎，直接西音心就完了。心，第二个是亲，拼，跟咱们那个拼音的拼发音完全一样，哎，下边一个引，就是外，哎，一加上音，所以这都好拼了。引就是是，这个词用的很多，是还是否，是不是的是，引。行，哦，我怎么读？七，对，七音，哎，勤，注意这个啊，人，这个汉语里头没有日跟音拼起来，人，哎，日音人，这个是特殊一点，再来一遍，心，亲，拼，引，勤，人，下边一个呢也好办，那个枕报就是哎，后边 n 就是 n 就是汉语拼音里的这个，就是这个，哎 n， 然后跟前面拼就完了。心，ten，亲，人，ten，闲，哎，直接就拼 n 就行了，一个音一个 n 还是比较好分清楚的。这个拿的这个呢再读一遍，这个因为它加了这个 n 之后啊音变了，所以这个要加强一点。咱们再来看第一行啊，要变成这个先变成 i， 然后加个 n 是 n， 所以是 pen， sen， ten， man， sen， nan， o 要变成 再加 n 是 晕，咱们还是按照那个藏文的这个发音来拼起来，就是跟 n 晕，然后加声母，加丝晕孙晕孙，哎，丝加晕拼啊，这刚发现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彭琴那个时候是不是同意小刘的意见啊？他给我纠正的时候康巴音是那么念的，这家伙我说他跟我一块儿学的时候他也没这么说，到张巴老师这学了一段回来纠正我我还当时还挺听话，我就给纠正过去了啊，读康巴音是那么读群，对，这个好，咱们再练一遍。这个韵母的发音是加 n 是晕，哎，然后加声母，咱们来啊，熏，群，好，
下边是这个乌变成鱼，鱼再加 n 是晕，晕跟咱们汉语拼音的那个晕，晕车的晕，那个韵母是完全一致的，晕，咱们来拼啊，晕，丝晕群，就是声母韵母汉文里头都有，只是我们汉文呢不这么拼，对了啊，群，心，熏，西晕熏，群，云，寻，云，后边这个都好变了，不变啊，是一个是音，下边那个是 n， 分清楚，一个是音，一个是 n， 心，亲，拼，银，秦，人，心，后边这是 n 了啊，不是音了，是 n， 心，天，亲，人，田，行，好，休息一会儿。好，咱们再接着来半小时啊。安静。这个咱们一共拼音规则学了四句话了。这个第一句是前不降后不升，都变高平调，就是前边有降的后边有升的都变高平调，这个明确了。第二句呢，我一直没总结成这个一个顺口溜，那个刚才征求一下意见，变成就是什么？第二音节就是两个音节里头，一个是开元音，一个是闭元音。由于人们说话的习惯呢，他不习惯这个一个张的嘴很大，一个张的很小，他碰到有一边张的小了呀，他这个张的大的就随顺那个小的就省点事儿，懒嘛人，所以就变得闭一点。这句话呢，刚才咱们就来这么一句，大家可以提意见来改善啊，叫一开一闭，开变闭。这个有误导啊！我以为好像把开音节变成闭音节了。啊，你看我原来说他那上面说是开音节变得闭一些，也可以啊，说一开一闭，这个开闭一些开闭一些闭一些一开一闭开闭一些，一开一闭开闭些，哈哈，好，就咱们就先这么这个完善过程啊，开的玩笑啊，跟你说你就记住了，就实际上规则已经达到目的了，一开一闭开闭些，可以，你就先这么记，实际这么呀，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来回玩，慢慢这目的是什么呀？记住这规则。第二句，一开一闭开闭些，咱们先这么就带开玩笑的性质啊，就先这么着。开闭些就是开元音闭一点，开闭些，一开一闭开闭些，写也不会写了，开闭些，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比较规律，第三句是后加咔嚓撒，把调摁下来，怎么摁呢？就是高平调给它摁成这个4声，高降调，低声调给它摁成升降调，摁成这个3声，把2声摁成3声，把那个尾摁下来，后加咔嚓撒，把调摁下来，这个比较形象。今天咱们学的这一句是后加拉一拿，给元音加这个呢，具体的情况就是给元音加刚才我没讲，给元音加呀，它并不是发这个的音，它是一个这个代表一个符号，就是代表这个呀要变成这个这个也不是读这个音，就是这个加一个这个呀，实际就是加了一个符号，代表它要变。你看到这个符号呢，实际的读音是是汉语拼音的看到这个符号，它的实际读音是汉语拼音里的约，对，就是约会的约的韵母，约，把这个去掉就是约，
就是说这个 o 跟 e 的这个符号，它的发音是约，是这个意思。这个 u 跟 e 在一块儿，这个符号代表发汉语拼音里的 ü。哎，所以今天学的规则是后加字是这三个的时候，你给那个元音加一个，这时候就也可以说加 e 了哈，因为它是一个符号，它不是发音。加了这个 e 之后呢，它实际发音呢是这样的，咱们把这三个发音记住，就是啊变成了 o 变成了u 变成了 ü， 哎，就记住这三个就行了。那还是个一跟那个 i 呢，它是变两个，就是加长。对，那也跟他说加一加一变。那个跟着我跟你说，那个咱们就不要。你那个一长一点短一点，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是不是啊？根本就那个就取消就不管它。所以还有啊，这个语法呀，那是人编辑出来的，那是叫品类差别，叫义，是吧？是人给分的类。其实人们说话的当中根本没有规则，是不是啊？任何一个民族，那就是大家平常就怎么叫怎么喊哈，就形成了。然后人去里头总结抽象。那都是一些抽象概念，实际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应该受他的影响，应该是这个，就是他总结起来啊，人们喜欢弄得很严密，好像这儿也规则，实际上语言并不是遵守他那个规则的，他的规则要跟着这个语言来那个跑，这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规则。今天规则注意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 r 啊，实际不是后加字。它起的发音跟后加字作一样，实际上它是一个单词，它就是汉文的白勺的，哎，它就是汉文的白勺的，任何字都可以加它，加上它就等于是谁谁的什么什么的，哎，就是一个跟咱们汉字里头白勺的完全相同。这个拿呢，就是变了音之后啊，它本身带一个尾，带一个 n 的尾，所以呢发音上好像麻烦一些。其实呢，很多在汉字里头都可以找到，咱们再来练习一遍啊，再来练习一遍。咱们翻到27页，再把这个刚才学过的这个再来练习一遍。27页先看这个加后加字拉的啊，就是啊变 i，o 变 u 变ü，就是这三项啊。你看啊，它现在呢变成了拍，是吧？哎，啊变成了哎，现在开始读啊，拍拍开开排排捏捏，好，解决一个。下边是 o 变约就是约会的约的韵母约，哎约，等了啊，缺虐哎，这是一个。下边是乌变鱼啊，你再加上声母 p 跟鱼一样，区注意这个是日跟鱼拼起来，哎，日跟鱼是咱们平常从来不这么说话，但是这个据说京剧演员经常这样说，什么鞋呀，什么虚啊，书不说书哈，这个不知道哪个字它就哎，自己可以多练一练啊。证明就是说藏文里的因素咱们汉文里头全有，就是有时候咱们不把它拼起来，哎，所以拼起来觉得别扭一点，其实是这个很平常的。下边的就好办了，下边咱们就当成根本就没加后加字一样读就完了，咱们直接读啊，西ri美，哎，就当那个拉没有一样。下边这个阿克图仪这个啊，这个的呢就是发音跟它完全一样，咱们就读一读就完了啊。
下边那个看着两个都读啊，这个是拍，第二个拍，缺，哎，发音完全一样，你就是眼睛适应，看到这个阿 K 故意跟看到那个拉呢完全一样，就好像阿 K 故意啊加 K 故意，拉呢也是啊加一个竖道，哎，它作用完全一样的。下边这个排，灭，哎，好发吧，再翻过来。就熟悉一下就行了。阿 K 故意跟拉是作用一样的。虚，徐，鸡，歇，日，美，这俩就解决了。这个由于这个拿呀，它是不光变这三个音，而且还韵尾要带一个 n 字儿，所以呢稍微变化多一点。这个多一点呢，这个咱们看啊，它这个还是这个符号啊啰嗦一点，咱们得把它那个发音直接找出来。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它是 i 带一个 n， 实际上发音是发的 i 跟 n， 哎，第一个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 p， 哎 pen， 哎 sen， 哎，这个比那个 i 呢张嘴大，你就发这个 i 发的这个明显一点，就是 n， 哎，然后你看下边那个 man， nan， 哎南就跟南北的那南发音差不多。下边一个呢还是那个约呢加 n， 这个呢好像这个汉文里头没有这个拼法，咱们就直接用约跟 n， 哎，用这个，然后跟声母拼，你不要跟丝拼，拼，哎，这下边那第二个了，坡跟那个拼，哎，咱们再倒着来一遍啊，就从这个群开始倒着啊，那个每个字读2遍，你注意这个声母的变化啊，群，哎，坡跟它拼起来，再往前是科，是群，再往到上一行最后一个啊，群，哦，这我说错了啊，群，对，下边是乌要变成变成鱼呢，再跟 n 拼起来是晕，哎，就是那个汉语拼音的晕，哎，晕，这个汉语拼音就有，所以就好发了，晕啊，晕跟声母说群，哎，呲跟晕，群，第二个熏，民，寻，云，后两个就好办了，后两个直接就一个是因果的因，一个是 n， 下边那个是 恩情的 n， 所以下边这两个好分，直接读就行了。第一个啊，心，拼，下边咱们就读一遍就行了啊。银，琴，人，这个就是别扭一点，是日跟音，日音，人，哎，日音这个拼起来别扭一点。下边那个就是直接变 n， 韵母就是 n， 你看啊，心，亲，
人臣行，哎，下边来练练传统拼读法啊。29页这儿注意啊，啪啦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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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哪潘，啪哪潘，马哪蛮，马哪蛮，下边再带元音，一带元音呢，它是读完元音，把整个单词的发音就读出来了。卡那若缺啦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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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写不就皮啦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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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开个洗啦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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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整包歇啦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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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那若群那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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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写就村那村，擦写就村那村，这个是五变晕村，对，晕村，对，再来一遍啊，擦写不就村那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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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开个银那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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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整包心那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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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把单词过一遍，下边呢就是刚才读过的爬啦排，就是排是羊毛，排，下边一个是年，睡觉，这个在这个佛经里头用的也不少，睡魔嘛，这个修止观很重要一个就是指这个昏沉跟睡眠啊，睡眠是不定心所，所以这个词用的很多，年，然后下边过来屈，敬献，这是一个敬语，这个献给这个比自己高贵的人的东西的时候用的。下边一个塞，哎，它这个拉就等于发音上没起作用，元音延长一点，塞，这是消除克服，这个词用的也很多，这个我们那个就是人我这个二无我呀，消除破除，经常用这个词儿。翻过来，缺，哎，这是水开了，沸腾起来了那个意思。缺，第六个是哎，本来俺是我，然后加上那个阿 K 古语音呢，变成了我的，哎，发音上呢就变成了哎，就变成了哎，那就是我的哎，下边一个迷，发音没变化，迷是人的，就是有时候普遍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的，不是动物的，哎，有时候就是别人的。你要说自己在这一说人的，那就是不是指自己的，是别人的。下边一个是虚，哎，乌变成鱼，你这就是那个谁的，虚是谁，哎，谁的，哎，虚，下边一个忒，哎，这个就是哎呢延长一点，发音没变，忒是他，那个这个那个呀是有特指的，就是那个的，
就是他的，实际上就是他的。那个撇就是经常佛经翻成这个比如何如何，哎，就是他那个，这个那个是特指的，不是说是哪个的，不是那个疑问，那个哪个的应该加一个口字是吧？哎，这个就是确切的，就是那个的，哎，下边一个缺，哎，那个科就是他，所以缺就是他的。下边一个民，这个括弧里的那个读法是口语，咱们不管它啊，咱们就是按读书音，就是m 加上音，哎，民很好读的这个民，这个在佛经里头是太普遍了，哎，就是是不是否定词，一个银一个民，银就是是，民就是不是，这个到处都是，民，哎，这都是很基本的用词。下边一个年，听，耳朵听，这个呢常用，叫文思修，第一个就得年，哎，就得听，年就是这个，哎，啊，下边那个银来了，银，这最常用了，是，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到处都少不了这个字，这好像这发音都比较好发的哈。下边那个第14个，人，了是那个拼声母是了，然后发 n 吧 人，哎，拿取，打水什么。主要是主要是取的意思，这个词也很常用。这个一有这个爱就有取啊，就该人了啊，一人就一取就有这个一取源什么呀？取源有就有后边就有这个生了就第15个裙，穿衣服的穿，动词。第16个云，又是听，说那跟那个12个那个听什么区别呢？它这个一个是这个云呢是命令式，这个年呢是现为过，3个时态的都是年。这个藏文的动词呢一共有4个时态，就是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哎，这是3个时态。然后还加个命令式，命令式就是请别人干什么的时候祈求用，再一个就是让别人干什么的时候，哎，命令式。一共4个时态，每一个动词就这4个时态。在字典上好像是过去式在前头，那个单词本身就是现在时，然后过去式、未来时，然后命令式，这样个排列顺序。每一个动词，有的动词呢没有，很少数的动词呢就那一个不变，也有那个不多，一般的动词都有这4个时态。但是它那个时态变化经常就，你像这个吧，现在、未来、过去30就一个词儿，就一个年，哎，命令式是云，就2个就完了，就等于它没有30变化。这是您下边啊，亲包，咱们前头说过，这个包第2音节这个包啊是形容词尾，一般第2个音节是包的，那就是形容词，这个就是大的，亲包就是大的，这也是很常用的，哎，亲就是大，哎，亲就是大，包就等于也是的，哎，是形容词的的，亲包，像我们大秤就是亲包，哎。下边第18个呢，咱们先读元音。咱们原来说了啊，说这个开元音变得闭一点，这个是口语里头的。咱们读书音呢，先把它读正确了，先读啊。潘，第一个潘，第2个是村，潘村，哎，互相就是
互相帮助啊，互相干什么呀？这个也是常用语。这个叫做刚才咱们编的是一开一闭，开闭写是吧？开闭写对，开闭写。咱们看啊，这就是一开一闭。那开呢就不要太开了，潘原来是 n， 现在变成 n， 就是 i 变成了，就是原来是 n， 现在把这个 i 戴一个小帽子，就变成了哎，就变成 n， 是吧？就变成 n， 那就是喷村，哎，就这样。你呢顾得过来就这么样就读，顾不过来没关系。哎，这个在你思想上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不要有压力，你就潘村没问题。他们那个喇嘛读经经常好多我看都不变，那喇嘛读经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正式读的感觉吧，就不变音，不按口语变音，就那个元音读好多。所以这个呢你就是知道就行了。哎，练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练正确发音，然后再练口语。练一练还是有好处，你听着顺耳一点。哎，就是这个规则你不要有大压力就是了。哎，喷村，哎，下边第19个趴于，这个这是家乡，这个也又是一开一闭，开闭写咱们那个趴闭写趴变成坡是吧？哎，坡于，哎，顾得过来就变一下就行了。第20个，捏康，康是房子，捏是睡觉的房子，就宿舍。哎，第21个，秋缺，秋是水，缺是开水。像这个呢你那个缺呢就不必没关系啊，有时候秋缺就不必吧就。最后一个是常用词允丹，他这写的学问，他这是这个因为世间编的这个大学教材，这是民族大学教材，他不按佛教的主要意，佛教这个主要就是功德，哎，就是功德。允丹你到时候经一看，允丹就是功德过失。哎，功德实际上它的本意是什么呀？是优点。再一个是本事，你这个人呐有这个优点，有这个本事。佛教里头主要意义就是功德。好，咱们来读一遍啊，把这个单词读一遍，翻回来啊，排，捏，屈，塞，翻过来，缺，矮，米，虚，铁，缺，民，年，银，人，群，云，亲包，喷村，坡于，这两个再念一遍啊，喷村，坡于，捏康，秋缺，允丹。最后把那个练习的再读一遍啊，下边是开，练习第2啊，开，燃，哎，就是安然，
懒，懒，下边群，孙，民，注意啊，日跟鱼，哎，乌变成鱼，所以日跟鱼，下边一个拍切对，拍切，这个啊，咱们先读本音啊，撒区，然后啊变的闭一点就是就是色区，下边一个开潘，拧托，如果这也是一个闭一个开，这个 o 要变成乌，就变成了拧托，哎，下边月蛙，云丹，春蒙，哎，春蒙，洗巴，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在我发现这个就真正实践当中，我看喇嘛读啊，它就是八，就是八，但是按它这个就是规则，它是那样说的，我看以后啊，咱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把原来的读音读准确，因为这个是不错的。你不按口语读呢，那只是一个说你这个人读这个咬字太深，是吧？那无所谓，咱们因为就是文绉绉的嘛，就是读经的，哎，关系不大。我再一个，我也觉得洗巴就是好听一点，好像洗巴不是太好看，是吧？洗巴好听一点，这个反正你就了解，有这么一个规则，他们口语当中经常这个闭一点，哎，咱们闭不闭关系不大啊。以后呢，我是这么考虑，以后咱们先读正确读音，然后再读那个放在第二位。再来啊，下边科破语，现在等于是他的家乡，哎，三音节词了，这是等于三音节词其实是两段组成的，科就是两个单词组成的了，它只不过是中间不挂点儿。其实要按道理说，这个阿克故意是一个单词，它应该加一个点儿，但是因为它关系太密切了，所以它就省略了。再一个不会误解，一看他就知道是的，所以不会误解，所以它就不加。这实际上是两组单词了。科破语，爱呢，我的家，囊是里头嘛，里头这是家，我的家，哎。这个两个词呢，就是双音节词，就当成一个词组来读，按照双音节词的发音来读，所以就是爱呢。本来后边这个囊是升调，后不升，所以变成平调。爱呢，下边一个米瑞，米是人的，别人的，瑞是类。族就是别人的家族，哎，这是这个按这个咱们学的那个单词的意思啊。实际上这是什么呢？在咱们中国用就是民族，就是人的分类，就是民族，它还不是人类啊。实际上这个本意就是前头是人的，后边是类别是族，哎，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也是，这是两组词吧？它是双音节词，按照那个。叫后不升是吧？那前不将后不升，后边啊是一个升调，日是升调，后不升变成这个高平调，注意啊，它的后加字是卡，它即使没有卡，它还有后加字撒，这个都是把调摁下来，所以它这个平调又变成了降调。注意啊。你看它两步变化，这个本来这个人呢，它放在第二音节后不升，它不能升调，所以变成平调。
结果又因为它的那个后加字是要把调摁下来的，又把平调变成降调，所以变成了米瑞，米瑞，哎，4声降下来了。这不能发雷。哎，不能，就是后部声啊，包括2声，包括3声，就是升降也不能升。哎。老师能不能把那个后面那个轻一点，就是相当于什么？摁下来那声。你说你读呀？这个不会必要那样，它规矩就是要降下来，就是米瑞，米瑞就是要降下来。而且我跟你说，实际上藏人说话里头啊，好多第2声是平声的呀，你听起来都跟4声一样。你比如说那个哪若本来是哪若，是吧？可是你听他们说都是哪若，因为这样降下来省劲儿。你哪若那个说话呀，你降下来就嘴就闭住了，是吧？他省劲儿就一甩就完了。哪若，实际上好多平声听起来都像4声一样。你听那个周老师读那个带子也是，好多你比如说第一个吧，嘎咔，是不是啊？就实际上是你要是严格的说是嘎咔，是吧？它不是，它嘎咔都有点那个往下甩的味道，哎，省劲儿。人说话的这个最高原则是懒，对，我发现这个藏族人比咱们汉族这个发音聪明一点，这个中间高起来的发音呐，一甩一扔好发。你看那个喇嘛一读经，他那个是吧？他那个就是实际上好发。咱们汉人弄的那个中间低，后边还要高起来，其实这很费劲的嘞，是吧？其实藏族人学外语特别快。是吧？他们英语说的非常好哈，对，好多喇嘛英语比汉语说的好。还有几个吧，还有3个，日美多，日是山的花，山花，哎，最后不是倒数第2个啊，须巴日，谁的照片？最后一个空缺涅康，空搓是他们，加上阿 K 古仪是他们的，涅康是宿舍，他们的宿舍，哎，空缺涅康。还有没有时间再把练习回一遍？你们看一下，25，有时间吗？没有了，行，到这结束。